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呢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個4至6人飯台。窗外係對住附近嘅公園，非常翠綠。客廳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呢個廚房係緊廚，有爐頭、抽油煙機同埋櫥櫃。洗手間係名廁，幾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我哋睇下第一個房間，佢亦係有2邊窗，亦都非常光猛。對住就係附近嘅內園。第2個房間更加方正，好用，多咗位置放衣櫃。對住就係雲蝶公園。